走電梯，最緊要冇晒啦都。我食咗個好似係肥牛洋葱肥牛配咖喱嗰個新出嗰個。我打俾阿咯。好。好。Yes。MM。我差得到，爭兩個就到。你啱啱仲得幾間？我見到嗰啲有位啊有位，今日調翻轉咯，我哋調翻轉，一代喎，一代啊！你睇下道門，係啊你睇下，零度啊！請勿靠近車門。一代係A0啦。哎呀唔係啊唔係啊，呢個門，咦道門移動嘅，係啊係道門，你睇下中間個門膠啊，粗啲噶嘛，左右唔對稱嘅。話道門啊，粗㗎，粗門膠咪一代咯。有冇嗰種 half string 後遺症啊 ？half string 後遺症啊，係啊，爸。我覺得你係鬼叫聲。一代 Q train， 二代 Q train， 三代 Q train， 四代 Q train， 有冇分嘅咧？正常嚟講應該冇分嘅。我記得佢係一字頭嘛，聽個 number。請勿靠近車門，請不要靠近。有啲一字頭係二代嘅喎 A2 都有噶嘛 ，A2 有冇？冇 A2啊， A3唔係2A、2A、2B、2C，唔係，三代。即係全部一字頭 A 乜乜乜啊嘛，嗰啲數字 N 嗰啲啊。A2，即係 A3就係市場，即係中學。K 同 C。K 都係咯。K 都係301開始係 K train。317。K 你個 Q train 係喂 C train 係幾多？A3數碼 C 好似係係啦。36係 C。27開始。Q 就5字頭啦。係咩？6字頭。有6咩？5字頭喎。5字頭 S train。Q 6七八係 Q。6、7、8、9，你9都有啦。9唔知啊，9唔知有冇喎。中通線係9咯。係應該係應該係。我落車啦，你都落啦。唔係喎，東涌線都係8字頭喎咁，3字頭8字頭買東涌線係 Q 咪9字頭。 ，Q 都係3、8啊嘛，係咩？ 6、3、4、6、9。 8、1、7啊嘛。